欢迎收看今晡日风雨来呢个节目。今晡日让大家来讨论哈微博嘅食物。大家有发现冇？係講你一下你讀過下冇豬排，你是咪去到腦部嘅店咧買到東西是？應該有啲東西佢係冷冷嘅，唔過當然但係你不用到嘅微波爐地度，一下是好咧。喺到底用你來使用，乜嘅除咗得用，乜嘅除要做唔得用咧？今晡日好好來討論一下，大家來分享你今晡日來邊個係你嘅茶葉幫先生，歡迎先生。鄉親朋友大家好，係雜個來到呢啲節目地度啦，大家來分享按好嘅知識啦，練習講客家話，係冇？冇錯。先生咪講，係我冇來到呢個博兒來咧，嗬，冇機會來講客家話，所以特別對繞牆先生來到兩片嗬，最起碼呢樣大嘴鼓有冇客家話咧一點鐘之間嗬。一下要咧，其實之前用人叫冇講，咪唔記得，講一下要動熟咧，冇錯。咁個基本嘅繞牆先生呢度兩片，讓大家來討論係乜嘅咧？微波食品、微波嘅食品，嗬，先生講實在話，微波爐咧下做啲講，大家應該冇下到有嘅。嘿，當風片啊，哈，東西變下一下，吼，個其他吼，個一下子過下，燒肉嘅東西。嘿，不過微波爐其實吼，人們講，你就等於講佢好，有人講佢唔好，吼，佢其實是當多的問題，吼，容唔容是影響性片就這個決定。不過先來簡單講一下，大家一開始吼，來就讀民國70年代時間，該東西啊，你度推慢慢，動應該播下是有微波爐，吼，講實在話啦，因為頭擺翻嘅下回來又愛用嘅東西，乜嘅東西都係那係脆熟，然後就算係豬骨嘅東西，係冇使用冇雜過你炒熟，該東西慢慢用微波爐嘅時，大家是會講哇，很好用哦。不過它的原理其實就是輻射熱能。係，其實人們講咧，佢最主要是講吼，兩項東西吼。第一個有水，佢長有法度不佢加熱，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佢水佢因為化人們講佢有歐氫氧來鍵，佢用該不同該波率哈，然後該氫氧鍵震動之後哈，佢長會熟，所以微波是第一個是燥嘅東西，微波爐冇好，一天第一個有水嘅東西，冇是講哈有油嘅東西。油，你比如講嚇，有奶粉冇要變微波爐嘅根本冇好。係因為佢係粉，係一天地板就屬於濕嘅東西哈。它因為佢上街，因為佢有極性嘅東西，就有法度不佢發，因為佢最主要佢口蓋水分子震動嘛哈。但地板但是油哈，因為佢下到氫氧鍵，油加熱速度又比水還來急。比如講哈，你強用一定30秒變下去哈，咁30秒哈，油嘅部分有感覺一下子有，好一下子嘅從凍燒肉，炒，佢嘅小中央因為過下冷泡這個東西是冇人夾，其實有個受熱冇埋均勻嘅問題會出現。咁是當然用微波爐嘅時間，佢哋會講，呢啲東西不用送去，佢本身好燥，所以佢會讓佢噴到水，咁樣就好冇。噴到一天的噴到水，因為一個口蓋水哈，不給震動，機長又發出不給又燒。是，等於冇噴水哈，你等於微波出的東西會冇被調燥嘅感覺。我想要當多嘅鄉親朋友哈，因為頭擺好螺絲台嘅時間好冇用嘅東西，大家是會講嚇，我朝該當難用嘅，因為變落去後傾下當放片冇錯，拿出來東西是變到燥硬。等於是講對不對？水是種線上講，本佢吸收體嚟啦。係，因為你微波爐下去哈，有啲東西馬上溫度過去，佢啲被水蒸氣一下就睇起，就睇起東西變燥。所以哈，等於就用微波哈，上先改 cam 好來，cam 好來哈，本佢水氣唔會走出去。咁就做啲講哈，係濕潤的。不過講到呢一片哈，當到因為講，其實佢係易放片唔錯，冇唔錯。不過當到鄉親會講，通常用兩種嘅微波嘅食物，大家會知道營養會流失體，是咪講好冇營養？大家會咁想，對。先講真研究吼，像個吼，如果是歐洲隻國家吼，
其实该本该鲑鱼有冇哈？错，嘿，鲑鱼是该吃疗哈。去吃疗分两种，一种吃疗是用微波走过来吃疗，种烧吼长本鲑鱼食，还一种是某种微波炉，某微波处理的东西本该鲑鱼食。结果吼，等于该得吃疗，等于微波过的吼，鲑鱼吼下满好，哦，嘿上了满好好。好，等天然，又微波过来还蛮好，吼，冇微波过来哈好。其实意思讲，你是微波过来东西，该像个是咱微波过来吃了下去，吼，上满加，吼，没满健康，嘿。所以你要表示嘛，在身上是有安样个研究出来，是有实在讲，大家会认为讲，有这东西病毒微波炉地图出来的，有可能影响会好。对身体还蛮好吼，是有其实用种研究，应该不过有人讲个系啊，人系人啊，冇强壮哈，还有的人是该做该比如讲有的像该我记得乳头啦哈，还有其他买该燕麦啦，哈，或其他东西，就等于那些微波炉是足够，可能那种东西给营养素保留比较下多，啊，比如讲该呛出来、焗出来好了，焗出来有等于是用该炒，就等于用吹，就等于用微波，因为结果发现讲，到微波给营养素留下多，还唔会流失，因讲啊，你微波吼营养素在留下多，不过虽然讲给营养素，比如讲给维他命 C。剩下多，维他命 B 剩下多。不过咧微波之后食下去又买差别，伊冇做研究，其实可能营养素。但有人讲过吼，因为本是第讲，是微波之后吼，身体冇很健康。所以微波好唔好，大家想想看。其实咧真是是而且可以用因来使用，按用解微波炉对我来讲係講，伊係用一碗水啦，嗆出來冰落去。實際上先生講嘅係焗出來。我講嘅就係我自家嘅想法，上機可能是用水然後嘅嗆出來種熟落去，所以可能讓你同嗆出來當種強溶嘅黏力，所以佢嘅形狀可能嘛強溶係按用型啦。錯，冇錯，因為你係用嘅微波爐冰水下去，唔會冰凍到水，嘅營養素是唔會這樣多，是意思強溶。你營養素就得保存下多，不過微波之後嘅食物又咪偏化唔啲。不過講到呢一片，其實係讓大家來分享吼，其實用按用微波爐嘅時間，其實很會當注意，有啲人會講，我用微波爐上排用嘅時候爆炸，唔係因為其實有啲東西係總得變到微波爐地度嘅。對不對？是用嚟講嘅，因為你咖啡用嘛吼，咖啡你係咖啡種燒來變微波爐下去，結果拿出來小顆東西一落下去，啪，就走出來。因為佢微波爐聽話講吼，你加溫的原理係留佢氫氧鍵吼，留佢震動嘛吼，所以跟你的方式是講，你等水留佢加熱下去是幾下強下，一強下倒個沸點，哦，像按落下去，基本土匪現象就會噴出來。你可能微波爐哈，但你普通你等用個天包哈，係5倍燒到地倍，係5倍係燒，地倍係冇燒。不過微波爐可能地倍是燒起來。所以燒落落。所以其實講到呢一邊，大家看到嘅微波嘅危險事故吼，比如講可能你講水桶燒，係咖啡啦，哈，或是湯啦，哈，湯你等於湯地倍都係只要都用又。比如講個玉米濃湯，該什麼問題？等於從按水吼，地本冇漏東西，該什麼問題下多？因為叫做土匪現象。所以先生講嘅冇難怪我先講講為什麼咖啡做唔得，係講佢係湯地不就了解湯是好做的，什麼問題？不過你一聽人家講嘅雞蛋芥蘭，你睇我是有經驗，唔係我係經驗。有擺同事講，那該重新係你講茶葉蛋，就係講嘛個卵個東西，佢放到微波爐上，因為佢到冰箱拿出來冰冰涼涼，想講落去微波一下是好燒。其實可能你講食材喎，你啲到底係控制到佢係30秒、50秒、1分鐘，還是2分鐘？其實因為微波爐你要去討論，它還是很細的。譬如說因為台火、水火，就是說它還是有不同的那個能量的哈。佢講定用引擎咁麼叫嘣。幾下爆炸，像除了芥蘭之外吼，
染的东西哈，其实比如微波炉没有危险。比如讲跟马铃薯。马铃薯啊，要注意哦。你马铃薯你用微波炉哈，你最好你是档口哈，出只空。为什么？因为佢啲袂过啊烧下去熟咧，因为吼啲袂机会咁樣熟水氣強度，好，佢我會批定幾下當完整下去佢要批，佢會崩開咧，長應該咪氣球咁樣，長應該泰魯嘅輪胎哈，應該打動到以後是嘣起來，因為不加熱以後，佢會被水蒸氣下到，所以崩開來。所以其實是像先生講嘅，係講你冇下有馬鈴薯，幾張馬鈴薯會變到微波爐地圖嘅世界。因为大家讲连皮啦，连皮鱼也是这线上讲，你也落去戳洞洞口，其实安用是好唔会，对。但是没求咯，戳洞洞口，安常就问题。所以因为你讲到，去讲你过度加热可能会使食物变质，其实这是一定的啦。一定不会。你任何食物都会安用因。比如讲有人用个任葱有吗？任葱，你比如讲微波炉切对唔好食，慢慢讲，因为个任葱啲会油下多，一下子会强烧。有冇到差，啲咪會變糟體，當家是糟。所以唐先生講，其實染蔥根本是係唔適合用到微波爐，你係要慢慢了解的，特別好慢了解。因為染蔥地圖有油，你微波爐一用到油其實啪，就好馬上就變熱，唔過佢有小牛，等於是染蔥水見到有一些擦嘛，咁你用微波爐佢根本是冇擦冇上過，咁地步都係牛可能有已經。熟咧，係講你要到幾條熟，該可能要到小牛要變到強燥，係冇錯，強硬，係，好，安樣樣結果是很好唔好食，係啊，鄉親朋友，我哋要用微波爐嘅經驗冇，乜嘅東西做得肉，乜嘅東西做得肉，到底係用啲肉，你就做得食到好空嘅，你先聊下，等下就同你講。基本上，就請先生呢個節目地圖啦，大家來分享吼，你下當然會好習慣用微波爐安樣解東西。其實先生講實在話啦，當然會注意，不過我概念其實都很好用，所以我是蠻喜歡，我係易好用，而且好簡單哦。等下洗東西也是哦，你知道往來東西不用去，哇，1分鐘就好了。好，我是很喜歡用。不過講實在度，你那邊還有一兩種嘅東西會提醒你嘅鄉親朋友，其實用微波爐嘅過程係慢慢都學習，有種食物還是不適合的。那邊提一下講到係五花肉，老師我聽到這個我很驚訝誒，不一種嘅驚訝，想哦，做埋3,000有種內容。哦，頭話講嘅任葱有冇？任葱要配少少，嚇3,000用咪要配少少。但你嚇用微波爐下去嚇，嘅配種用嚇，上次是油就走出來，少種要裝下去就強燥。嚇3,000用其實最唔好用微波爐嚇。其實微波爐最好是講莫煮東西是最好是嫩燒好安全。像個堅果類哈，因為提頭拿到微波爐下去哈，其實好可怕，因為佢油係油，哈其實冇適合哈，因為個堅果一般香味就出來，其實哈用喺小火去炒下去哈，我不記下素啲味哈，不記喺香來哈，一陣做得。係咩像你炒個提頭米啊？頭擺做種下，個時間我記得吼，個冇下個種。長輩啊，爸爸媽媽記得會自家炒提頭米嘅，炒到香香，但係用微波爐下去吼，啲袂過來走體去，因為佢加熱風險冇咁強咯，佢個卵嘛吼要大要學個卵吼咪做唔得，吼，你僅僅你做水煮蛋哈，要做風險是講吼，你做得吼，當個出幾隻口，吼，比如講吼，你現在吼從那容器下去吼，你卵變落去，生的，佢叫上蓋蓋卵，係。上海蓋卵表落去，當個出幾隻孔，出孔。老師，那技術很難吧？很難，表示哈，水也夠重黏去，好，像安尼撿黏下去，裝放變微波爐，撿下去變微波爐下去，安撿黏。這樣子就可以。按做得按先一點，莫馬上跪下講，變到幾分鐘，2-3分鐘看下，2-3分鐘看下，按上做得。所以其實微波爐大家係講，因啲到底係傾幾幾，我嘅經驗係按容易，按啲相信朋友係容易，像我嘅經驗是係我是先傾1分鐘，比如講，你拿出來是有沒有一些冷，再過傾30秒，有沒有很冷，再過傾30秒，到底我遲到喎。
而且很适合的温度感时节。所以盖伦师兄先上讲诶，我觉得其实大家谈来谈去。讲过一张烟蒂膜，意思是降去爆炸啦。因为等于好嘅东西、热嘅东西，像你盖埋盖过空中，嘿，很跳完讲緊暖菜吼，好暖菜咪做學問，好你比如講你出一寸來菜，你不用下去，錯，你微波爐暖哈，差不多暖了1分鐘，嘿，你拿出來以後哈，你攪下就不用落去。我講正要問，俺用解問題，因為老師上時候俺微波爐拿出來的時間，俺是想哇，當下。哎，是都對東歐的世界浪浪嘞，一定會攪下哈，當然是因為冇攪下去，溫度不平均，因為你有的油其實還會燒，有的冇油的東西是溫度冇按夠。我知咧，簡單來講咧，其實微波爐又是靠油到水嘅水分子的一個震盪，所以其實係講你不用嘅東西係冇水分嘅，佢當然是唔好。係講你有暖出來嘅時間又水又燙，佢係冇問題嘅。不過師兄先生講嘅，你讓佢攪啊，它就會均勻，讓水分均勻，對，均勻嘅溫度均勻，你這樣就發出那個殺菌啊。它就等於講吼，溫度沒有均勻吼，下去電到微創唔好。然後是講微波加熱吼，最主要你已經做個。好，不伊攪下去吼，佢就又發出那個細菌狀態。迄項東西絕對冇微波爐，成因起來扭嫩吼，佮就冇扭嫩就上去寸一半啦吼。因個哎呦，誰一下個成因是扭嫩，咱老表微波爐微加熱一下，加熱下當冇鹹，因為你我袂感覺冇燒，其實地部容易落嚟好咧。哦，所以因為溫度可能唔係大家想的這麼均勻。錯，對，因為吼。你普通用普通用水去加熱，我袂先燒落咯。像你甜薄強容，有冇你特別大家睇下用嗰種傳統嘅甜薄，有冇係用鵝背燒到地度？對，好，佢按唔過微波爐係地背燒到鵝背。鵝背因為上是玻璃，你感覺啊唔會燒，摸起來嘅啫，還走得。結果地部都凍落咗，都凍落咗。按切只本成因食，一下去佢落起嚟。好可怕！对，你有講到兩篇線上有講到主動性，微波爐除了暖菜之外，其實還係做啲主動性。當然唔係講聽出來鼓勵大家用形容啦，其實是做啲主動性嘅。我是有按嗰個經驗，因為真係冇法度啊，吼，好像東家不欣賞嘛，我解釋一下，對，冇法度。像台北係講，其實冇法度，你賣東西嘅時間，因為那隻泡麵，你是那隻線上講嘅玻璃碗，你一開始是咪先冰到少滾水底，然後泡麵冰落去，好像是那是微波，結果。還可以煮熱哎，很像煮熱湯強容哎，是做得煮好哎。係，比如講，吼，你係煮青菜吼，你一定要蠻放心的。你像個比如講，你啲係焗菜，冇是一定要青菜吼，你做得吼，那個青菜吼，那個油吼，那個水吼，小個先個上先那個攪強下。哦，咁變到微波爐啲白度吼，強容按開冷，係，吼，開差不多1分鐘以後，拿出來攪啊，做1分鐘，按怎麼熟？哦，所以其實還是可以煮東西的，還是有技巧的哈。係冇要當當，呢個阿公阿婆講微波爐很難用，其實有好有壞啦。今日係讓大家都分享一些技巧。嗱，咁你講切對誒，乜解都用微波爐。我想你下老婆又出微波食譜誒，係微波食譜，比如講按吼，上次客家當好是泡菜到煮肉，係啊係啊，泡菜到煮肉未做得，未做得用微波爐，吼，其實見每一下冇像鐵鍋安然啦，吼，你是講。好，該泡出到中央，你水小口下倒掉，比你普通那種鐵鍋下倒掉水冰到地白度，因為鐵鍋有水蒸氣，唔使倒水，基本水蒸氣所以下倒水，你強用未強用好，冰到話冰了按像啲玻璃碗地白度，先微波爐差唔多先3分鐘5分鐘，就攪下，做個起微波攪下，佢就會加熱均勻，跟肉就會過下熟。係，我就真需要注意吼，上次我微波有些咪係好燙性吼，難死是拿出來攪啊，結果一打開嚟時間，哦，強燒，手骨都配落到，結果師兄先生講，哦，好燙，一攪地度又冇辣燒，有的係上肉還是到地白度。真是吼，不過講到兩片，你大家講暖菜，其實還係有啲嗆菜嘅東西吼，其實但係講煮過嘅東西，你那係微波，它還是會變質的。兩片是有特別讓大家整理出來，後尾變質嘅，你講微波嘅食物，譬如第一種是豆製品哦，其實豆腐條棍就微波下去，因為豆腐條棍真正好嘅豆腐條棍吼，其實天氣長啲天氣少呢，一下是會壞掉。我有記得線上之前我送節目嘅時間，有讓鄉親朋友分享過，吼，講
叫你豆大，因为豆制品其实是很营养的东西，不过大家咧还有味道保鲜会用到好唔好嘅东西，燃冲机嘅保鲜。所以先生啊，记得系安样讲嘅，佢讲你是跳掉鱼该汤面，卖该豆腐头干状，你是用营养。嘿，佢唔會快吼，嗰個唔好做，唔好意思，吼，比如講營養吼，因為有點酸問題哦，你要見點動好。做的，基本比較的就係冇嘅東西哈。對，像那豆製品是吼下腳快吼，你等於微波下去，馬上冇變下，因為微波下去嘅本土唔會凍過，唔會凍過，上次嘅細菌冇法度完全殺死，吼，等於變下係有問題。還有的菜是講吼，最主要嗆菜吼，切對冇嗆菜。你莫隔餐呐，也切对莫隔夜，因为呛水疗这种东西，地本有硝酸盐，它上去有细菌的地本都地本变亚硝酸盐，所以线上的建议，其实你讲炒的呛菜，其实最好莫是睇是尽量莫流到天莫嘿，因为呛水东西哈，你是豆文莫太口啦，变到都是都很咸。哦，咁我问一下哦，像你炒嘅嗆菜，梗係講用殺嘅嗆菜，然後強用嘅土里嘛？強用嗆菜吼，你煮過以後吼是冇變叫。梗係講像你特別客家人啊，因為學三強啊，用講殺一盤嘅國菜然後，比如講殺一盤嘅嘛嘅嗆菜，食起來感覺好冇有氣，因為當到嘅老人家會慢慢嘗試嘅通過嘅嗆菜，冇是睇最好。那冇流到天嘅，變成自家都是很驚，變到自家都是好驚。你要真需要注意哦，提倡大家哦，因為講實在話，頭擺，哎呦，嗆菜冇是睇你到底大家會做浪費啊，吼。因為嗆菜你記得吼，頭擺阿公阿婆嗆菜吼，對冇煮吼，伊冇洗吼，表我不會做表個禮拜。你洗過是冇法度，又水是冇法度表嚟叫，你煮過可能冇法度表。係，所以建議大家吼，嗆菜冇是睇。啊，冇雜個很傷咧，吼，該嗆菜冇時聽，你流到天你食吼，感覺係傷，該到錢個可能對身體很好唔好？哦，你一篇第三點講嘅係，譬如吸到油嘅，好冇容易來保酸。係，因為油腸都聽我講吼，三青肉啦，吼，冇是潤葱啦，吼，係，其實唔好啦。所以每點先生講過咧，其實講嘅是係隔夜飯菜啦，對，尤其係嗆菜，你講肉。哦，滷肉啊，吼，你講滷肉該是面腔，還就得留意下天氣穿雜個試一下是好咧。不過講實在話，當到東西係盡量改穿落去。我哋用英講，不用到都市都好好。係，冇錯。唔是咁暗配。好，其實你係先生講比較易變質的微波菜肴，大家又發現冇？其實到微波並不一定有最直接的關係。我覺得最直接的關係是讓大家講，其實吃東西所以是氣，對不對？氣就是。對，氣就是微體好嘅黏滯。其實你講我到底係用緊嘴，你講係根本講嘅唔係微波，講嘅係嘴，咁咪先生咪講強用嘅喎。最好冇食啦，吼，冇講溜到天嘅就嘴起來食，其實係強用嘅道理吼。咁講有時邊個講到咧啊？你講你當當然係上班族上班嘅人都老輩，冇法度自家大便當啊，又冇法度自家去煮東西，同伊先老輩，天上咪度好買到係微波嘅食物。咁講當老輩買些用應該鹹菜用應該食好控甜吼，請你家鄉親朋友先聊下，你唔下差，你定下陣仲嚟好好嚟打嘴鼓。今日到半夜做啲繞牆度，請先生嚟到節目啲，老大家嚟討論吼。上次啊，錄節目嘅時間啦，問先生當到嘅問題，咁個廣告時間時咪跳到問講，緊自家要冇，唔自家要嘛？上次講買嘅東西做得事，買嘅東西做唔得事嘅時間，要問先生講，緊自家要是冇。感覺吼，好當到東西其實講嘅時間，你唔會切對啦，鄉親朋友講，哦，你做唔得，因為你只是係靠你個人的習慣。對咧，你做節目是盡量本大家一些建議然後一些嘅地區然後，不過你節目嘅提上頭，讓大家都討論咧，又到東因為講，我是冇辦法都冇下煮啊，他就真的沒有辦法，有冇？當然你也希望講自家煮，所以佢都會去到你講便利嘅送點來買用嘅東西，和兩片讓大家來看到，有上班族啦，或是小朋友啦，好講到兩個自家咪心虛，因為從開始會買兩條東西來食。其實你個東西唔係講唔好啦，你講好，像是你是該飯酥咪當好啦，哈，你啊便利送甜就該蔬菜棒咪當好啦，哈，啊拿鐵是咖喱嘛，哈，如果你從一體用安嘢配飯哈，飯酥然後蔬菜棒然後拿鐵是基本冇輪跑最好比方說輪下好，哈。
老师讲实在话，记得下写讲，饭蔬咖喱呛菜，有冇咖贝、咖啡，然后水果啦，冇通解调呢，其实可能都係非常嘅健康。不過當到嘅上班時，其實根本唔係樣事。你因為記得還要出，比如講像係牛肉飯，比如講啦牛肉飯，好，然後係乜嘅麵，其實有嘅一陣煮麵呢，然後你是直接買，哦，好方便哦，有冇你是昨天那裡微波，哎有時候咧。可是當然了，你啊，哎用比起來係冇人控制，不過你啊當因為唔記得，有冇？你說像吃的最均衡營養，按均分，那是一個要很有毅力，有冇？然後每天好像寫筆記一樣，這樣走得到哎，其實那很簡單呢，欣賞像那個很多那種。什麼意大利麵啊、牛肉飯啊，哦，還有排骨飯、好鳳片，還有梅頭，好有梅頭啊，也係順動控制的。不過像這種東西，微波沒有注意。這種微波上注意到，因為這種東西，上次是意大利麵，意大利麵底部就油嗎？有啊。啊油哈，而微波下去嘅溫度又下高嗎？有啊，意大利麵佢當個該塑膠下不？對，等就。病毒油下去嘅東西，佢嘅溫度一定會超過100度，未超過120度。你只可能解到當個解清嘅東西，等微波之後解清改嚇，解梅會走出來嘛，要塑膠梅走出來嘛，會溶到軟軟嘛，等溶到軟軟，塑膠梅走出來，嗰時你特別注意到，呢個東西效果艱難到，係冇事含依解，你煮好之後改實打開來，我係知道你一下係講要好保養概念，其實要在發放學啦，你自家帶一隻碗，真的你是應該便宜送點賣嘅時間，你自家攞去變到溫度漲起，對，係你自家拿隻玻璃碗，市場線上拿嚟兩隻係線上係順手嚟講下。有啲器具從麼？因可能用玻璃碗哈，你也特別注意，像那啲玻璃嘅東西哈，你也選下好嘅玻璃。等於到加熱冇買平均嘅玻璃，你咪做唔得變微波爐，因為佢下粗嘅東西下去，因為加熱不平均，玻璃會爛鐵。係，好。很等於傾下塑膠台嘅塑膠蓋哈，你嘅材哈冇長呢，差唔多變差唔多2-3公分來，因為兩樣東西等於哈一定鋪中藥，然後兩改動雜菌嘅時間，病菌下嘅下，該配中藥溫度一天係該冇是個鋪嘅中藥啲咪要一天溫度超過150度，好上次就180度，係你塑膠根本冇法度按燒，一天啲改會等於出事情，好，最高溫度差唔多120到140，啲咪要買啦，用塑化劑，嚟到出來會做買啦，對於你又等於會過凍兒。它什麼因是會不孕症？好，冇是有人老解子宮肌瘤有關係，所以你要當到什麼因好就到子宮肌瘤，冇是其他就到講出來，其實老啲當就關係。真的，平常時這些小細節大家冇注意哈。當然，我們不是說係講去乜解研究子宮肌瘤去停出嚟，要用解研究。可是這個東西潛移默化度，你解深白地度，慢慢的發生你唔地。因為記得塑化劑啦，女性荷爾蒙抗溶，它是一種女性荷爾蒙，好，佢也作用到女性荷爾蒙抗溶。基本上女性荷爾蒙嘅問題過來走出來，你要當到因嗱荷爾蒙嘅問題會發生當到癌，比如講內癌，好子宮癌癌，嚟到跪下老咧可能有關係。因為兩樣東西其實你有法度避免嚟，唔係講冇法度做到嘅。好，但小可一點點，你特別注意，像你嘅那材計下，材冇種的呢，你是一般時候，佢哋改哈要有距離，你是按一鋪，你是做一點動問題就出來。好可怕哦！我線上講到兩片，其實你現場有幾隻盤咯，幾隻溫度兩片，線上有講過啦。其實像按種玻璃嘅透明嘅係貼好，係冇事係做個拍色嘅盤呢？做麼？按嘢係安全，好，你貴下拍貼安全，好，有人講我用戀愛，對啊，這可以啊，線上，因為佢當個要盤嚟，要盤黏啲嘅藥係咪那種藥？佢哋等微波下去，啲藥會走下來麼？你讀到你譬如講，你當個病得配中藥下去，藥就當個，會走啲白藥東西會走出來麼？係唔啲，安嘢是做最好冇溶，嚇。你個東西，佢雖然講你做得微波，但你啲白嚇你不用水，佢做得，因為水蒸氣最多是100度，但你啲白。
哦，可以塑胶梅很重。现在闻一下哦，好重的塑胶梅。等你啲朋友用到肉的东西下去，你等下微波下去，这温度已经超过180度。好。虽然你买嘅时节可能佢会讲哦，你系微波炉做的肉，可是你还是要注意。它那唔好解，唔好用，唔好你倒东西绝对唔好去唔好伤啦，哈。嘿，等你吼，强调你等你今天你今日菜吼当到，你唔好用那个塑胶台，你用唔好塑胶盖。你今日今日你当到菜，你要慢用微波炉下去，你啷个吼，清早强调火来pan，添下去，添下去。那是微波炉，还是当安全的。好，有好处，去当过它有在缝隙，等地板有水蒸气，基本走出来，是，没气爆问题。哦，还有一家啦，线上有特别让大家来分享，系嘛个东西呢？是系讲，其实线上讲，有时候你买的东西最好是不要有颜色的。对，比如讲你那个盖有冇？虽然讲佢系玻璃，咁讲你天气那个当头个塑胶盖，虽然讲你线上讲你让你的菜有一点点嘅气味，所以佢好唔会让香到，好唔会用塑化剂给透。可是线上有时候你那个有颜色，它一加热，你根本得佢有嘛个物质度地毒。像你杯吼，其实咧有色来，对，错。没冇嘛适合你做微波炉，因为你们的个又系买色来。哇，线上不一样讲，真的变得东东西都，线上上线你们那马克杯，其实最好是按人头面来，冇是拍灰嘅。其他东西冇表，所以简单讲，应该是尽量拍摄到冇色嘅啦。好，你食了提醒乡亲朋友，因为讲实在话，大家咧下用微波炉用东习惯嘅时间，乜嘅东西系玻璃嘅是做得表落去用。玻璃很难先哦，偏嘅玻璃怎么得表哦？哦，偏嘅还做唔得，因为皲裂，加热不一样，基本到底会个玻璃会烂脱。嘿，不过讲到呢一片吼，大家有发现冇？像是微波炉的清洁啊，动虫扰。有时候啊，你去到个微波炉吼，是讲你去到那个便利商店啊，用微波炉也是件很可怕。个打开也是里面都好脏哦。有时候啦，我不是说大件都安用，应该是讲有时候呗，成你们都安用个问题。所以其实那个微波炉，经常如果你都不下用啊，那个鱼汤、那个汤种出来，你没有立刻去清洁啊，不然你咋个去用的时间？其实也是很不好，很不好。其实卫生很不好。微波炉哈，清洁时你也上去溶解，一少许到地板都不给煮下，已经有水蒸气，长老给出墙了，大摆老给出墙了，长好。莫听当，莫老给出墙，其实好以后你煮的东西是还就霉，上去没有一个交叉污染的问题。是哈，节目到了老大家来早就讲下，其实有的东西是总在微波的哈，你下。刚才整理起来，就是陶瓷碗盘是好适合的，玻璃嘅嘛，然后哈好耐热嘅塑胶材质系做得嘅。唔讲，线上嘅建议系尽量买，反正睇好嘅时买好好嘅玻璃是错的。嘿，冇错，冇错哈。你塑胶你仅仅不用耐热塑胶材质，你是不用墨肉的东西，该什么问题？有的就是做唔得。对。然后呢，最尾咧系讲你真是爱去微波，比如你真是会大片档嘅时间，其实两片有老大家讲像系，两位讲到系你讲萝卜。你讲同埋豆，拍菜，这个是比较适合做偏冻材料嘅。有了种东西煮下去唔会变霉，唔会变色。系啦，讲实在，不系安唔会臭啦。嘿，你也是系来家来分享嘅比较适合的偏冻嘅食材，系讲你都不下上去做偏冻，你要小到香啊。我一看到了香啊，新冠都是上系冇做嘅件事，因为香嘛是路过嘅香，很会摆，很会摆吼。节目健康到了哈，其实时间只是搞在冻掉吼，大家有发现冇？其实微波炉两种嘅东西，系讲你上会用，还系做得用。嘿，不过要注意哈，有的东西没有表汤到，很容易侵藏来。冇其实微波炉吼是叫。好唔好哈？见仁见智的。好，所以是像线上讲诶，其实我还是有冻床的时候，你到底有乜嘅食物啦，好，你用乜嘅东西去装机，你用用，其实大家自家要好好嘅习惯，好好嘅知识去了解，其实还系做得是冻空田诶。因为相信真是冇法度，好便宜嘅世界是会用到微波炉嘛，好，所以希望乡亲朋友看你今天嘅节目还系强哇，受冇冻到哈，所以非常感谢线上呢度节目地图，什么线上什么线上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聊下，你再个聊下，天天线上你做认同了。